歡迎返嚟我嘅頻道，又係時候同大家講錢嘅話題啦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個話題，相信好多老友記或者係為人子女嘅都非常之咁關心，因為牽涉到2025年政府最新一輪嘅派糖行動。冇錯，就係大家都好熟悉，但係今年又有啲新玩法嘅銀色債券。特別係如果你手頭上有少少閒錢，又或者幫屋企長輩理財嘅話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聽到落尾，因為除咗會話你知嗰個3.85厘嘅保底息有幾吸引之外，更加重要嘅係，我會同大家詳細拆解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咗，但係隨時令你損失慘重嘅問題，到底買咗銀債賺咗息，會唔會令你無咗份長生津呢？當中嘅資產限額點樣計？如果有錢過咗界，又要點樣部署？今日我會用最地道嘅廣東話，最詳盡嘅數據，同大家一次過講清楚，保證你聽完之後，唔單止識得計數，仲識得避開啲不必要嘅陷阱。首先，講返今年2025年嘅大環境先。大家都知道，過去1-2年利息雖然高，但係去到2024年尾，美國嗰邊都開始減息啦，銀行啲定期存款利息亦都跟住跌。以前隨隨便便都有4厘、5厘，而家如果你唔係特選客戶或者無薪資金，好多時都係見到3字頭，甚至2字頭。就係喺呢個咁嘅大環境之下，政府喺2025年推出嘅新一批銀色債券，個保底息率定咗喺3.85厘。講真個句，係咪真係好吸引呢？如果我哋單純睇數字，可能你會話，喂，之前試過4厘甚至5厘價喎，而家得返3.85厘，好似少咗啲喎。但係各位，投資講求嘅係相對回報同埋風險管理。喺一個全球利息向下行緊嘅趨勢入面，政府肯保證你未來3年每年都有3.85厘嘅回報，呢個已經叫做逆市奇葩嚟價啦。你諗下，你去銀行做定期，通常都係鎖你3個月、半年，最多咪1年，有冇銀行肯鎖你3年息，仲要俾個高息你？好難㗎嘛。但係銀債就唔同，佢承諾你這3年入面，無論外面個市點樣跌，你最少都收到這個數。如果通脹勁得滯，升過咗3.85厘，佢仲會跟通脹俾多啲你，即係話有贏無輸。好啦，咁到底呢個3.85厘，實際落到袋係幾多錢呢？我哋一齊嚟計下數。首先講明先，銀色債券係專門俾年滿6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買嘅，入場費好低，1萬蚊就有一手。假設你只係想試下水溫，買一手，即係1萬蚊，年利率3.85厘，1年你就收到385蚊嘅利息。咁因為銀債係每半年派1次息嘅，即係你每6個月，戶口就會多咗192個半。聽落好似唔多，咁梗係啦，你得1萬蚊本金啊。但係如果你係有些少積蓄嘅老友記，情況就唔同啦。假設你運氣好，或者今次分配得比較多，你抽中咗10手，即係10萬蚊本金，咁你1年嘅利息收入就有3850蚊，分開2期收，每半年就有成1900幾蚊飲茶錢。如果我哋睇遠少少，揸足3年，你總共賺到嘅利息就係11550蚊。呢個數目對於好多退休人士嚟講，都夠你去幾次短線旅行，或者過時過節加餸啦。再進取啲，如果你本身都有啲實力，想將個回報最大化，我哋睇下如果買到20手，即係20萬本金會點？20萬本金，1年收息7700蚊，3年加埋就係23100蚊。呢個數目就開始可觀啦，平均每個月幫你加咗600幾蚊人工。如果你係2公婆一齊抽，大家都抽到20手，即係家庭總共有40萬本金喺入面，咁你哋2公婆3年加埋就可以賺到成46200蚊息，4萬幾蚊喎，夠你哋2老去一轉歐洲或者坐幾轉郵輪啦。當然啦，好多人都會問，最多可以買幾多？雖然政府通常會設一個配發上限，例如每人最多100萬，即係100手，但係根據過往經驗，
通常都係分到20手至30手左右。如果真係俾你好幸運，分到30手，即係30萬，咁你3年落袋嘅息就有34,650蚊。呢個回報率喺2025年呢個低息環境之下，絕對係冇得輸。而且最重要係乜嘢？係安全。銀債係政府發行，除非政府破產，否則你本金係100%安全。唔似買股票又要驚股價跌，買債券基金又要驚違約。呢個係真真正正嘅瞓得着覺嘅投資。不過講完開心嘅嘢、賺錢嘅嘢，接落嚟呢個部分先係今日嘅重中之重，亦都係最多老友記擔心，甚至係搞錯咗嘅地方，就係我買咗銀債，賺咗息，會唔會影響我攞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大家俗稱嘅長生津呢？各位老友記，各位孝順仔女，請你哋一定要好留心聽住接落嚟呢一段，因為政策嘅嘢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。如果你因為貪圖嗰少少利息而搞到每個月4000幾蚊嘅長生津被人 cut 咗，咁就真係捉蟲啦，得不償失啊！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長生津嘅審查機制。長生津係有資產審查同埋入息審查嘅。好多人有個誤解，以為銀色債券係政府出嘅，所以就唔計資產，或者以為佢係債券，唔係現金，所以政府查唔到。我喺度再一次好肯定咁話俾大家知，絕對唔係，大錯特錯。喺社會福利署嘅定義入面，銀色債券係絕對屬於資產嘅一部分，即係話，當你申請或者續領長生津嘅時候，你要申報你有幾多資產。你手上面持有嘅銀色債券嘅市值係要1/50咁計入去你嘅資產總值入面。舉個例，假設2025年長生津嘅單身人士資產限額係40幾萬左右，我哋用個大概數字，具體跟返社署最新公布。如果你銀行本身已經有40萬現金，你覺得身家清白，符合資格。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拎多10萬蚊出嚟去買銀債，你嘅總資產就變咗50萬，40萬現金加10萬債券，咁你就爆咗煲啦。你個資產限額一旦超標，你份長生津就會即刻停，無情講。所以第一個重點，買銀債嘅本金係會計入資產審查嘅。如果你本身嘅資產已經好接近個上限，你就要非常小心，唔好以為將現金轉做債券就可以避開審查。呢個係一種資產轉移，但係喺社署眼中，佢依然係你名下嘅錢。第二個重點，咁利息計唔計入息呢？呢個又係另一個陷阱位。一般嚟講，喺長生津嘅制度下，如果你嘅資產，例如存款、股票、債券，已經計咗入資產審查嗰邊，咁由呢啲資產衍生出嚟嘅利息或者股息，通常係唔會再當作每月入息去計算嘅。社署嘅邏輯係，我已經當咗那筆錢係你身家，我就唔再計佢生出嚟嘅息係你嘅收入，以免雙重計算。所以好消息係，你收到嗰3.85厘嘅利息，理論上唔會影響你嘅每月入息限額。但係凡事都有個但係，雖然利息唔當入息計，但係當你收到呢筆利息存入咗你個銀行戶口之後，這筆錢就會變成你嘅存款，即係又變返做你嘅資產。如果你本身資產已經去到邊緣位，每半年收到幾千蚊利息，這幾千蚊一直滾落去，加上去就有機會令你嘅總資產爆額。我講個具體啲嘅例子，大家就會明。假設陳伯單身，今年70歲，佢好慳家，銀行戶口有38萬蚊。長生津個資產限額假設係40萬，陳伯見到2025年銀債有3.85厘，好吸引，於是佢決定動用30萬去買銀債。買完之後，銀行現金8萬，銀色債券市值30萬，總資產38萬。好，暫時安全，符合40萬以下嘅資格，陳伯繼續有長生津攞。過咗半年，政府派息啦。30萬本金，半年息大約係5775蚊。陳伯收到錢，冇用咗佢，擺喺銀行。
呢個時候陳伯嘅資產變成點呢？銀行現金8萬加5775，即係85775。銀色債券市值30萬，總資產385775，依然安全，未過40萬。但係如果陳伯本身唔係38萬，而係已經有395000蚊身家呢？佢買咗銀債，本金無變，但係收咗第一次息5000幾蚊之後，佢個總資產就會變成40萬零幾百蚊。這幾百蚊嘅輕微超標，就足以令佢失去每個月4000幾蚊嘅長生津資格。你諗下，為咗賺嗰幾千蚊息，冇咗幾萬蚊一年嘅津貼，條數點計都唔划算啦。所以對於本身資產已經好接近限額嘅老友記，我嘅建議係你要非常之精算。如果你真係好想買銀債，你可能要考慮下，你收到嘅利息係咪會即刻用咗佢？例如用嚟飲茶、買餸、睇醫生，消耗咗佢，令到你嘅銀行結餘唔好一直累積上去。只要你嘅總資產、現金加債券加股票等等，長期維持喺限額之下，咁你就既可以賺息，又可以保住份津貼。另外，仲有一樣嘢要提提大家，就係關於兩公婆嘅計法。如果係夫婦一齊申請長生津，個資產限額係會高啲嘅，通常係單身嘅1.5倍左右，而唔係2倍。這一點要留意。如果你哋兩公婆都有買銀債，咁兩個人名下嘅債券價值都要加埋一齊計入家庭總資產。唔好以為分開戶口買就查唔到，社署審查係睇家庭單位嘅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YouTuber， 咁我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既買到銀債，又唔會影響長生津呢？其實方法唔係冇，但係要合法同埋合理。第一，就係如果你嘅資產真係太多，多到遠遠超過限額，咁其實你都未必需要長生津啦。盡情去買銀債賺息仲好過。第二，如果你係處於邊緣人，即係資產上上落落，咁你可以考慮將部分資產轉移俾信得過嘅人，例如子女。但係呢度有個超級大警告，社署係有權追查你申請前1年或者2年內嘅資產轉移記錄嘅。如果你為咗攞津貼，故意將幾十萬轉走俾個仔，社署可能會運用故意好損資產或者相關條款，依然當那筆錢係你嘅，照樣唔批津貼俾你。所以資產轉移呢招唔係話轉就轉，要有合理理由，例如真係用咗嚟裝修間屋、做手術醫療費等等，咁就合理。如果你純粹係轉名買銀債，就好大風險啦。仲有一個情況大家要留意，就係年金。政府推嘅香港年金喺長生津嘅計算入面有特別優待，佢個投保保費係唔計資產嘅，但係每月派出嚟嘅年金就計入息。銀色債券冇呢支歌仔唱㗎，銀色債券係實打實嘅資產，所以如果你嘅目的係想將資產瘦身去符合長生津資格，你應該去研究年金，而唔係買銀色債券。銀色債券係俾啲想資產增值、保本收息嘅人，而唔係用嚟被資產審查嘅工具。這一點非常關鍵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銀債同年金喺福利制度下嘅分別，唔好搞亂。好，講完個風險位，我哋再講反轉頭。對於一啲本身資產好安全，離上限仲有好遠，又或者根本唔志在攞長生津嘅老友記，2025年嘅銀債又有咩策略呢？首先，你要明白銀債嘅靈活性。雖然我頭先話鎖你3年，但係其實銀債係可以提早贖回嘅。不過佢無二手市場，即係你唔可以好似股票咁賣俾隔籬鄰舍陳師奶，你只可以賣返俾政府。政府會用原價，即係100%本金同你收返，仲會計返你是日累積嘅利息俾你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買咗之後，突然屋企有急事要錢用，你係絕對可以隨時拎返本金出嚟，唔會有罰款，亦唔會好似做定期咁，提早拎走就冇晒啲息。呢個係銀債比起定期存款最大嘅優勢之一，流動性極高。所以我會建議大家，如果你手頭上有筆錢，係預備做應急基金嘅，
以前你可能只係擺喺活期戶口，或者做一個月定期。而家你可以考慮將這筆錢嘅一部分放入銀債，因為就算你只係揸咗半年就要拎返錢，你都賺咗半年嘅3.85厘息，點都好過擺喺紅簿仔發霉。另外，關於認購嘅策略，2025年嘅銀債，因為息口依然吸引，預計反應都會幾熱烈。如果你資金充裕，我建議你可以申請20手至25手，因為根據過往幾年嘅分配結果，通常都會係派10幾20手左右。你申請得少，例如你只申請5手，咁你就實得5手。但係如果你申請30手，佢最後派20手俾你，你就可以攞盡個分配額。當然，你要預備好足夠嘅資金去抽，雖然多出嘅錢會退返俾你，但係都要鎖幾日資金㗎。同埋而家好多銀行同證券行都有多重優惠，例如豁免認購手續費、託管費、代收利息費等等。大家去申請之前，記得要做格價專員，揀間全面嘅，咁就賺得最盡啦。如果你本身用開某間銀行，記得問清楚佢哋有冇這些豁免。如果冇，不妨考慮轉去另一間或者證券行，無謂俾人蠶食咗啲回報嘛。仲有一點想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心態問題。我見過好多老友記，對於投資好抗拒，覺得買債券好似好複雜。其實銀債真係政府專登設計俾長者嘅傻瓜式投資產品。你唔使睇市，唔使睇圖表，唔使擔心個價升定跌。你唯一要做嘅，就係去銀行或者用手機 app 冚幾個掣，然後每半年睇下個戶口有冇錢入。喺2025年呢個充滿變數嘅年代，股市波動大，樓市又未睇得透，揸住現金又驚通脹咬啖，銀債提供咗一個非常難得嘅避風港。特別係對於嗰啲年紀比較大，例如70歲、80歲嘅老友記，你哋嘅投資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低，保本係首要任務。3.85厘雖然唔係話發達，但係佢可以幫你保住老本之餘，仲有少少增長，可以抵消下茶錢加價、電費加價嘅壓力。呢個係一種好實在嘅安全感。最後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：第一，2025年銀色債券保底息3.85厘，年期3年，對於追求穩定回報嘅老友記嚟講，係非常吸引嘅選擇。第二，入場門檻低，年滿60歲就買得，每手1萬蚊。靈活易買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千祈要小心長生津嘅資產限額。銀債嘅本金係100%計入資產審查嘅。如果你係領取緊長生津或者準備申請，一定要攞部計數機出嚟，計清楚自己加埋銀債之後總資產有冇爆額，唔好因小失大，賺咗粒糖，輸咗間廠。第四，善用銀債嘅靈活性。佢可以隨時原價賣返俾政府，當做高息活期咁玩都得。第五，申請嗰陣記得揀間免手續費嘅銀行或證券行，同埋盡量申請多幾手，博佢分多啲。各位老友記，錢係你辛苦儲落嚟嘅，每一分每一毫都要用得其所。政府派糖，我哋當然要伸手去接，但係接嘅時候都要睇路，唔好接咗個炸彈返嚟炸親自己原本份福利。希望今日呢個詳盡嘅分析可以幫到大家喺2025年做出最英明嘅理財決定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幫到你，或者身邊有朋友、屋企人係60歲以上，正打算買銀債嘅，記得將這條片寫俾佢哋睇，特別係關於長生津嗰個部分，真係好多人會忽略㗎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或者你想分享下你打算抽幾多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討論下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冚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下一次關於你荷包嘅資訊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補充少少關於流程嘅細節，因為字數要求，我可以再深入講下具體點樣操作，同埋一些常見嘅 QA， 幫大家填補一下資訊缺口，令內容更加豐富。好，既然大家咁有耐性聽到呢度，
我諗你一定係對銀債好有興趣，或者係一個非常精明嘅投資者。咁我就再用多少少時間，同大家講深入啲關於個操作流程，同埋一啲好實際嘅技術問題，等大家去到銀行唔會一嚿雲。講到申請，其實而家比起以前真係方便好多。以前可能真係要去銀行排長龍，填這張表那張表。而家2025年啦，科技發達，如果你本身有網上銀行戶口，其實喺手機冚幾下就搞掂。通常喺認購期開始嗰朝早，銀行個 app 就會有個好顯眼嘅掣，寫住認購銀色債券。你冚入去，輸入你想買幾多手，確認你需要嘅資金已經喺戶口度，或者部分銀行提供融資，即係借錢俾你抽。但係銀債通常唔建議借錢抽，因為賺息差未必划算。然後冚確認就得。對於一啲唔太識用手機嘅老友記，都唔使驚。你去到分行，通常都會有職員專門幫你。不過記得帶齊身份證，同埋如果你係第一次喺嗰間銀行買債券，可能要做一個簡單嘅風險評估。呢個評估係例行公事，主要係睇下你承受到幾大風險。銀債係低風險產品，所以絕大部分人都會通過嘅，唔使緊張。仲有一個問題，好多人問，如果我抽中咗，但係之後想賣，係咪一定要返去原本嗰間銀行賣？答案係嘅。你經邊間銀行買，就要經返邊間銀行做提早贖回。所以揀一間你平時最就腳，或者服務最好嘅銀行係好重要嘅。唔好貪嗰一時嘅迎新禮品，去咗間山卡拉咁遠嘅銀行開戶，到時你想贖回要搭車搭成個鐘去簽名就煩啦。雖然話好多嘢可以網上做，但係有啲手續老人家始終中意面對面搞清楚嘛。另外，講下聯名戶口嘅處理。如果你個銀行戶口係同仔女聯名嘅，或者同老伴聯名嘅，咁買銀債嗰陣點計呢？銀債係跟個人嘅，即係話一定要用符合資格60歲以上嗰個人嘅名義去申請。如果你個聯名戶口入面，其中一個係60歲，另一個係50歲，咁通常可以用嗰位60歲嘅名義去抽。但係要注意，派息或者退款入返個聯名戶口嗰陣，大家要搞清楚筆數。特別係如果有做資產審查嘅，社署對於聯名戶口嘅資產通常係一人一半咁計，或者根據實際擁有權去計。呢度又係另一個複雜位。如果要搞得清清楚楚，最好都係用長者個人名義嘅單名戶口去抽銀債，咁就最乾淨利落，費事同社署解釋咁多。仲有啊，剛才講到通脹掛鈎，雖然我哋話保底3.85厘，但係如果有朝一日香港經濟好到不得了，通脹升到去4%，甚至5%，咁點算？唔使驚。銀債嘅機制係浮息同定息兩者取其高。如果通脹率通常係根據過去6個月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化高過3.85厘，政府係會跟通脹率派息俾你嘅。即係話，如果通脹係4厘，你就收4厘；通脹係5厘，你就收5厘。呢個設計就係為咗保障你嘅購買力唔會被通脹蠶食。所以話，進可攻，跟通脹升，退可守，保底3.85，呢個設計確係幾周到。講開又講，點解政府要推銀債？除咗話敬老之外，其實都有佢嘅財政策略喺度。政府發債吸納資金，可以用嚟做基建投資或者其他發展，而俾返利息大家，可以將社會嘅財富再分配一下，令到長者有穩定收入，減少對社會福利嘅依賴。所以大家買銀債，某程度上都係支持緊香港嘅發展，係一件雙贏嘅事。不過我都想提醒一下，投資組合嘅平衡。雖然銀債好，但係都唔好將你所有嘅身家都晒落去。我都講過，每人有配額上限。如果你身家有幾百萬，買滿咗銀債之後，剩低嘅錢點算？可能都要考慮下做定期，或者買啲高息嘅藍籌股。當然風險高啲，銀債只係你資產配置嘅一部分，主要係用嚟做防守。
你嘅積蓄就好似一隊足球隊咁，銀債係你嘅後衛同龍門，確保唔會輸波，而其他投資就係前鋒，幫你爭取更高回報。對於退休人士嚟講，防守永遠比進攻重要，因為我哋冇太多時間同本金去追返啲輸咗嘅錢，所以銀債個比例可以重啲，佔你流動資產嘅30%、40%甚至一半都冇問題，視乎你嘅身家有幾厚。最後再囉嗦多一句關於長生津，如果你真係唔肯定自己買咗之後會唔會超標，最穩陣嘅做法係點？係攞住你所有嘅銀行簿仔、股票月結單，直接去揾社署嘅職員，或者揾區議員、長者中心嘅社工幫手計一計。唔好怕麻煩，亦都唔好估下，因為一旦超標被停津貼，重新申請過係要搞一輪手續，中間隨時斷幾個月糧，嗰度都係錢嚟㗎。有啲老友記因為怕麻煩，結果因快得慢。專業嘅社工會好清楚咁話你知，邊啲計資產，邊啲計入息，甚至教你點樣合法地規劃資產。例如，如果你真係爆咗額，係咪可以考慮先做一啲必要嘅家居維修，換部慳電啲嘅雪櫃冷氣，配過副好啲嘅眼鏡，整下啲牙，呢啲都係將資產轉化為生活質素嘅方法，同時又可以令資產水平返去合資格嘅範圍。係完全合法同合理嘅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希望大家對於2025年嘅銀色債券有一個全方位、無死角嘅認識。記住，理財唔係單單睇回報率，係要睇整體嘅人生規劃同福利制度嘅配合。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財息兼收，長生津又攞得穩，銀債息又食得爽。記得 like 同 share 啊，下次見。